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12月12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，以赛亚书第4章第6节，第2节到第6节。使徒行传11章第1节到1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仰重建。对美国转来到台湾三级教会牧会，我真清楚知家己的呼召，就是要带领同工兄弟面对礼拜堂重建的困难。但是建堂并毋是唯一要面对的代志。我也捌明白，甲兄弟姊妹分享。如果咱的信仰无有被重建的时阵，是无法度领受着上帝要赏赐予三级教会迄个新的耶路撒冷的应允。因为用旧的思想、旧的教会的传统、旧的管理方式，面对新而且佫加滚倍的空间，是无法度，也是讲领受的。信仰是必须爱时常反省，逐工来审查，经常的被圣神的更新。咱若用一般的电子仪器啦、器械啦，还是讲咱讲电子的检验仪器等等，亲像血压器啦，这个使用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器材其实是需要经常的被调整，才会当正确来被使用。若无的话，咱的信仰就会亲像希伯来人所讲的，写袂着红心啦，安尼就有罪啊，会离开上帝的真道，会得罪上帝。以赛亚第4章第2节到第6节，以赛亚先知的话来讲。标题是耶路撒冷的重建。伫迄日，上主心意的水阁无成，土地出产的果子会成做以色列死无去的人的欢摇甲荣光。遐个留伫锡安，就是所有去伫耶路撒冷受竞选要换地的人，因拢会受分别做成。上主一定会用审判的神甲烧毁的神，洗除锡安住民的垃圾，对因中间洗清耶路撒冷台人的火热。后来，上主会伫规座锡安山甲所有的会众顶面，伫日时造云，伫暝时造有烟甲火焰的光。上帝的阳光会亲像大布片搭伫全城的顶面，安尼。日是通遮看太阳的炎热，狂风暴雨的时通做避难所。上帝宣布要重建耶路撒冷，互遐个无有被掠的剩落来的人，无搁再因为国家被灭来遭受着侮辱。以赛亚先知宣告，上帝将要审判一个国家，要互伊清去。伫即座上帝的城，是要爱被当作是圣洁的。头前牧师也讲到，教会的兄弟需要伫信仰上被重建。安尼的情形，事实上也发生伫耶稣基督的时期。
也发生伫初代教会。彼得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以及当初时的犹太教徒，包括祭司、经学师、长老甲法利赛人遮个，拢需要被更新，重新被建立。拄则讲，耶稣基督门徒共款，特别是迄当这个使徒的想法，已经成做一种的传统的时阵，就必须爱完全的互上帝的圣神的中建。外邦福音正式被接纳，成做基督教的工作，就是必须爱突破使徒传统。当保罗对亚细亚第一届的宣教旅程转来到耶路撒冷述职的时阵，就捌拄到使徒传统的拒绝。伫这个进前，彼得就已经先得到异象，对伫外邦人的态度的改变。当时彼得伫约帕，上帝的神互伊看到对该撒利亚来的呼声。虽然彼得捌想要爱拒绝，但是伫异象的中间，有上帝的声甲伊讲：上帝互伊洁净的，你毋通看做垃圾。因此，彼得就领受着对圣神来的异象甲呼召，对着该撒利亚的人倒转去。圣经的记载，迄个标题是讲彼得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报告。使徒甲住伫犹太的使徒，拢有听到外邦人嘛接受上帝的道。彼得上耶路撒冷的时，遐个受割礼的犹太人信徒甲伊批评，讲你竟然入去无受割礼的人的厝，甲因做伙食饭。彼得就将所发生的代志对头一项甲因说明。我伫约帕的城伫祈祷的时，有入神看异象，有一个物件真像一块大地布，四角头掉地，对天顶推落来，到伫我的面前。我详细看内底有地上的精星、野兽、虫豸甲空中的鸟类。我阁听到有声甲我讲：彼得起来，摕来食。我讲主啊，绝对袂用得。我毋捌食污秽无清气的物。彼得迄个声第二摆对天顶应我讲：上帝互伊清气的，你毋通看伊做污秽。这个代志继续有3摆，遐个物件就拢阁收倒转到伫天顶。伫迄时，对该撒利亚派人找我，迄3个人来到伫阮伫住迄间厝。圣神叫我着甲因去，毋通丢除。迄6个信徒嘛甲我做伙去该撒利亚，阮就拢入去哥尼流的厝。哥尼流甲阮讲，有一个天使来到徛伫伊的厝内，对伊讲，着找人去出约帕，迄个彼得西门来叫伊来。伊的话要甲你讲，头
通互你甲你的全家拢得着救。我开始讲话的时，圣神降临伫因的身上，甲同齐降临伫咱身上的共款。我就想起来主所讲的话：约翰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恁会领受圣神的洗礼。既然上帝有将咱信主耶稣基督的时所领受上款的恩赐赐予外邦人，我算啥人，哪会当阻挡上帝所做？因听到这话就踮起，归荣光互上帝讲。上帝嘛，互外邦人悔改来得着活命。彼得袂会拒绝，因为上帝已经定义要将救恩也赏赐互外邦人。彼得对凡事爱争取到好人受掠受难的耶稣基督，到圣神充满，然后勇敢公开传福音，带人信主。搁一摆互圣神所呼召感动，伊也伫耶路撒冷的使徒面头前来做见证，公开见证外邦福音是主的旨意。伊用家己的经历来说明外邦人必须无必要来接受割礼。甲这个人咧讲时，这个论点，伊家己讲这是无正确的。不但安尼，彼得用家己的经验，为着保留外邦福音做担保，这互基督教对使徒的传统的中间被改变，通行更较宽阔福音宣扬的道路。诗篇27篇，就信靠上主，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得惊啥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得惊啥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跋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来求一项事，就是对伊来求这项。互我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追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底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匿伫伊的厝内。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，互我下头额悬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片内底欢呼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的声求你听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我的心比我讲，着来条件上伊。上主啊，我来条件你，求你毋通面越走毋插我，毋通受气我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我的帮站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拒绝我、放杀我，使我的父母去杀我，上帝嘛一定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对敌在长等。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，毋通照对敌的心愿交互因，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。我深信这项事，我要活第一日会享受上帝的恩惠，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大，着信靠上主。求主互阮的性命得着更新，求阮无互传统来束缚，毋通正做福音的乞丐，愿意跟对上帝的旨意，互福音的路更较宽阔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